進咧，可能會有啲辛苦。呢邊阿華頓啦，右手壓開對方，希望同對方保持個安全距離，幫自己護球在腳先啦。回翻轉頭再慢慢組織先啦，即係其實信文興都提我啦，第5級聯賽就等於業餘嘅，咁啊始終港超我哋都要叫職業聯賽啊嘛。一德國嗰邊就其實係甲乙丙先叫職業聯賽，第4級要開始。你長傳簡單直接啊，新加坡呢邊魚子解圍彈咗埋中間，隊長攞唔攞到？攞到落嚟再揸去右邊，出個地波有冇？好彩啊！包到埋嚟嘅係揸轉身殺翻贏你先啦，否則中間沙華都現到身㗎啦嚇。沙華同阿中朗差唔多同一時間，但係最要呢，今次係平飛啲嘅一個波，哇！呢個靚波嚟㗎，但係球證就話龍門球。呢邊就係一路投訴㗎啦，點解唔係角球？大家睇下啦，直接扯個平飛波出嚟急勁㗎。呢邊就係咪對手解圍出界嘅咧？應該係角球，去唔到住。再轉佢嚟隊長哈利斯，有冇機會啦？一路都係揾緊機會傳中，個控球權又一路 keep 住，牌攞波 hold 波嘅人喺中間。呢邊試下揾彭利娜轉過嚟，余子南呢度推落去有冇越位？球證就冇吹，再右腳地波衝出嚟，呢邊控到 Jesse 射到散到人，波子機咁啊！呢個波試下揾彭利娜啦，自己上去嘅，點知就艾華頓就偷咗，俾個地波出嚟，解圍唔遠啊 ！Jesse 再然啱啱換出嚟啊，就揾到第一個就得落去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大家兩隊都鬥投訴㗎啦。下半場出嚟嘅香港隊攻勢係多咗啦，不過都要小心喺後防守方面啊。啱啱見到新加坡一個突擊，今場波嘅第2個詐糊咯喎。慢慢再猜下，呢個山下響度，山下都係另一個有牌在身嘅新加坡球員嚟嘅，陳漢偉。幾十碼長傳送到埋嚟，咁啊余子南先話頂翻出嚟，大家諗住執第2點啊，就諗住話俾李思宏去 set，可惜做唔到先啦。咁啊，但係呢個波其實會唔會調轉好啲咧？安永佳企喺最遠嗰點，佢去 set， 射埋佢添啦，幫唔幫到啊？喂，哎呀，吹罰先啊，李小恒啊，唔係太到啊，呢下有少減粗探隻腳，所以都要俾黃牌呢球波小恒。咁啊冇辦法啦，飛埋個拉尾都向咗上㗎。係啊，如果有 VR 系統呢啲真係有得睇下㗎。